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最近这几年来，不管伫日本或者是台湾，拢传出真侪家庭照顾者因为压力伤大，怎结束被照顾者的生命，甚至双双行就绝路的新闻事件。这是社会悲剧，更加是国家重大的警讯。嘛，因为安尼提升照顾者的生活品质。嘛，互政府列入长照2.0的重要目标。目前全台湾因为爱照顾父母离职的人数大约13万人，工课受到影响的更加高达231万人。咱实际访问到3个家庭照顾者的个案，因讲到照顾的心酸甲压力拢真激动。为什么政府长照的服务无法度帮这个家庭疏解照顾的压力呢？未来要搁安怎加紧速度推行政策呢？来看采访小组的深入报道。这就哭啊！我就说呀，在这边哭的地方都没有。我说我受不了了，我说我一定要带着你去死。妈妈还要我顾，将来我老有一个单身，谁顾我？高雄市55岁5岁男子，疑似无法度承受长期照顾老爸压力，催死85岁老爸了后掉刀自杀。新北市38岁张姓男子，因为袂堪的家己照顾老爸压力，帮伊注射过量胰岛素了后报警，警方到现场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。台北市74岁婚姻人亲身照顾有慢性病翁婿。当年心力交瘁，利用翁婿休息的时阵，拿钢推啊对伊头部猫落去，翁婿送病院了后无救。长照悲歌经常看到，是什么原因，让家庭照顾者走投无路？敢讲上路到即马2档的长照2.0宣告政策失灵。真的耶！我在这边，你不要叫，你不要叫。他说他一直在叫我，我说你以前叫我1声我就来了。他说他今天叫了我10声我都不来。70岁崔祖英独立照顾，倒伫病床92岁妈妈，每天对早时到暗时，妈妈的呼唤拢无停过，伊拢会当伫第一时间就赶到妈妈的床边。这样子压着，他就不会跑掉了。半当前，原本行动也阁真方便的妈妈病倒了后，就半身不遂。短期间被发现这地层早就溃疡，身为中女的崔祖英连续3个月无眠无日，寸步不离照顾。出院了后，就将妈妈接来甲家己做伙住。那你们又会问了，难道你家里没有别人吗？我妹妹是有精神障碍，好，我们不放心，她也没办法。弟弟刚开完心脏绕道手术。那比装支架更危险的。这个原来是褥疮，这一大片，哎，这一块是褥疮。就惊地层复发，伊每夜爱2点钟起床替妈妈翻身，只是妈妈除了生活无法度自理，也有轻度失智、记忆歹、爱幻想、脾气暴躁，照顾的人必须要随传随到。承担压力加上睡眠不足，才半档的时间，伊就落5起39公斤。他的嘴巴还是很犀利。他会讲一些难听话，说他的钱都给我，那我就跟他讲，我可不可以不要了？我不要了，我不能为了这个钱，啊，命都没有了，我不要了，明天就给你送安养院好了。他躺在床上，我不敢了，我以后不会再惹你生气。求你。对，哎，从那时候开始，他真的好几天没敢惹我。可是我跟他鬼叫完了以后，啊，我好难过。我有的时候会坐在这边掉眼泪。你看他在那边跟你拜托，求求你，我下次不敢了。你不觉得自己很残忍吗？即马生活拢是以妈妈为中心的崔祖英，人拢叫伊崔姐。过去是放山界女强人，自细汉个性就真独立，拢会甲责任担伫家己身上。但是身为家庭照顾者的悲哀甲无奈，加上老人照顾老人真是真忝，互坚强乐观的伊嘛变甲无快乐。我就这样一直咬他。我说我受不了了，我说我一定要带着你去死，我说我们2个一起死，你死了很划得来，你92岁可以死了，我70，我已经不想活了。我已经死了，他说他宁愿死，他都不要去安养院。到2018年6月，台湾适龄者大约76万，带着安养机构只有8万多人，25万人是由外籍移工照顾，出来将近43万人，拢是由随这款家庭照顾者担起重担。讲起现行的长照2.0，伊嘛止不住万声连连。
真的是不接地气。我要你来洗澡干嘛呢？不是洗澡我们有时候晚上没有办法睡，照服员来，就像我讲的，晚上来陪他睡个觉，那我呢去休息，这样子对我来讲才能够释放我的压力。长照的人力一直没有办法补足家庭照顾者在使用的时候发现，怎么我需要的时间我都找不到这样的照顾服务？因为长照最重要的是它只做点线，不做面。今年45岁李中治照顾72岁妈妈，一共10档啊。一开始老母中风，医师告知有6个月黄金复健期，真着急的中治就决定辞掉工作，甲老爸做伙照顾妈妈。但是2档了后，爸爸咧就脑出血过身，妈妈若是无好起来，病情是愈来愈严重。车之后哪有工作可以让我学习单米？老板也不愿意啊，你来工作还是来个顾妈妈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它一抬起来就会弯了，如果我不抬，它这样就直直的。对。复健、按摩、洗嘴、牛血压、抽喙烂，10档拢是安尼。中治伊拢无怨言，但是无论伊安怎投入，搁较侪心力咧，妈妈拢是像安尼，目睭伫咧看天棚，无任何反应，壁顶搭真侪长照的资讯，看会出来中治对妈妈的用心，甲放袂落去的感情。我爱妈妈。我喜欢跟妈妈在一起，就这样子。有时候她生病的时候，我手足无措。你那么生病那么痛，我好想把她掐死，因为很痛苦啊，掐死我也很难过。因为这毕竟是我妈啊，我还是希望她看她活着啊，所以我就有2种心情在交替着。靠伫妈妈的头壳咧讲话，口气真温柔。这时阵的妈妈好亲像都是中治的查囝，但是因为照顾妈妈，牺牲工作，嘛牺牲人生，每天过着真艰苦的日子。讲啊讲，中治的情绪愈来愈激动。将来我老了，有一个单身谁顾我？我要生病状况谁顾？积蓄也都用完。对啊，积蓄用完了，只要又没有工作，那人生都这样浪费掉了，一辈子就浪费掉了。小心了，1、2、3。就算每个月开2万7，请外籍看护，对照顾品质及要求的中治，真侪代志也是爱亲身做，无想要求助他人。离开工作连续10档的伊，早就已经失去搁再登去职场的勇气。长照资源甲中治这款的家庭照顾者，都亲像2条平行线。因为看护它可以面面俱到啊，虽然不是做很专业，但是可以面面俱到，面面顾到。但是重点是做他做点做没办法面面俱到啊，他只做就走了，做就走了。自从2018年开始，长照2.0新制上路，其中的居家式的照顾服务，对于假时制改做假处制，也就是过去照护员会当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多种的服务，但是新制上路了后，照护员只会当进行单项的服务，亲像洗身躯、灌血、才陪同外出，拢必须要分开收费，将服务更加复杂。他没有办法去好好利用这个时间来喘息或者做他其他的事情，所以对我们的很多家庭照顾者来说，这反而变成是一个更难用的状况。然后钱也变多了。对，自付额变高。但是同款是新制，嘛有人收费，103岁丁秀婷阿公伫一照中心内面真专心咧评图，对轻度失智失灵的伊来讲，一照中心就是第2个家。下课了，下课了，回家了，走了，回家了，来。68岁温玉兰，伊是丁阿公的太太。无囝儿逝世，2个人差35岁，感情真好。每天早时甲下晡，温玉兰拢会接送丁阿公往回一照中心，甲翁婿当做囡仔咧照顾。就算骹头骨关节无啥好，丁阿公也是会当家己换手花慢慢爬起哩。加收入好的因，住伫这简单的厝，每个月也是需要1万块的租金。过去一手包办照顾责任的丁太太，讲到家庭照顾者的心声，也是忍不住悲伤。谁也不知道你过的什么日子啊，谁知道啊？只有自己最清楚。在这边哭的地方都没有，又怕人家笑话呀。有时间就捂着嘴哭啊，会躺在床里边捂着棉被哭啊。有时间真想从楼上跳下去，这只是那样想啊，但是不可以这样做呀。我就说呀，我要死了你怎么办？个性温和的丁阿公是对5当前得到失智症，开始变甲容易愤怒，不时拢会拍人骂人，而且当时伊的身体也阁真硬倒，甲伊形影不离的丁太太，就变成伊出去的对象，无得走。小姐介绍我说你嘴里都是我，整天我只要一说好了，马上就开始打呀，
他就说我打的叫你学狗叫。哦，他最喜欢的就是刮胡子。因为唔甘妈讲无人照顾，日子过到安怎歹过，丁太太也是不离不弃，甚至有一段时间，家己腰椎受伤，到病院做复健，拢爱带阿公出门。就是前年个开始吧，我又给他摆在捷运站门口，因为他这个失智状况是越来越严重，给他摆在那个捷运站门口以后哈，走失了2次。走失2次，有一次我一直找了2、3个小时。原本伫旧济时阵，轻度失智失灵，又搁是低收入户的丁阿公，伊到一照中心，一个月爱支付7750块，新制上路了后扩大服务102000人，丁阿公完全拢免付费。讲到这，丁太太总算有笑容。哎呀，我感谢的呀，叫我感谢的不得了。现在我就说呀，把他送去日照以后啊，我是真的是最幸福了，心里轻松很多了。到我去接他这几个小时，我真的，哎呀，自由自在。那爷爷他目前就是他的长照等级 CMS 的等级，他就是6级的，失能程度就是属于中高级。因为奶奶他们是属于低收入户，所以他们是没有自付额的部分。日照中心毕竟只有适合会当出门的失灵者，若是病人已经倒伫病床，或者是照顾者必须要上班，日照中心拢袂当符合真正需求。国考卖讲会当互失智失灵者到机构临时住眠休喘服务，申请也佫需要附健检证明，提供的场所嘛真有限。必须要去机构喘息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要花时间去做那个健康检查，那个时间就会花比较长，你可能没有办法。对失能者来讲也不方便。对，就是我就是已经困难出去了才那个对，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在这部分可以赶快有一点松绑。我是建议说，政府是不是去思考，就是说，不要一直去排挤机构式照顾，让这些家庭照顾者能有更多的选择。那减轻他们在机构照顾上的一个负担，那政府也积极的去管理这些机构。全台因为照顾厝内人，21个人大约13万，影响工作高达231万人。照顾者毋是伫工作甲家庭责任之间垃圾双头烧，都是离开工作场所陷入贫困。敢若是2018年，全台就发生22件长照悲剧，平均照顾年限是9.8年。好，所以我们大家会知道，就是说这个照顾时间是一个长期抗战，绝对不可能是撑一下就过去的。当然，希望是家庭照顾假能够真正被实施，然后它可以像育婴假一样，至少在这段时间是至少是给予半薪以上的这样的薪水。我觉得这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稳定的力量。其实像在德国长照，他们对这些家庭照顾者有给照顾者津贴。对，就是避免他们越照顾越贫穷。在咱这次采访的过程中，家庭照顾者拢透露想要帮厝内人解脱，或者是想要家己自杀的念头，这嘛加速反映国家危机的重大警讯。因只是高龄社会的一小部分，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，失能人口持续增加。当照政策若是无结构性的变革，或者是建立类似社会安全网的预警的机制，未来照顾压力的海啸，恐惊会毁掉更加侪家庭。